先生，按做，你请坐。安祖，我做得老二问路么？冇问题，请问你爱去哪位？我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。你做乜解想去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呢？我去过美浓嘞，客家人大部分当大兵，东市人是唔是也穷人呢？是啊，你有听过食唔落三斤姜，唔好加太毛不中么？这是乜嘅意思？求娘娘求弟，你是爱对爱到市政府里位过求是么？是啊，你做得对里位错15年后公查，错到逢年街润丰年纪创站，下查后外判错206号公查，到南平里站下查，在行大约10分钟就到嘞。听讲该位当有特色，是么？是啊，东市客家文化园区内容，东市火车头旧站新世界，将候车室改造陈列室，并保留旧车头离客电车街床垫板当7等样哦。哇，知道当是唔是人呢？请问附近还有乜嘅好爽嘅位所么？你就来错嘞呢？园区后背是东风绿色走廊，此行茶头，风景一奖，远远还养得到客家状头，有汉做得求是拉卡板呢，乜嘅按到拉卡板？求是养下求地嘞。很好，该离下我就出发，请问公车车票朝哪只方向？请你先到市政府前门大门口，韩国大路道对面，就是公车站。我哋咧是梦儿。唔是客气，上到停落哦。